香港下星期會受到強烈東北季候風以及熱帶氣旋嘅共同影響，我哋會同大家分析下菲東風暴未來嘅路徑、強度變數以及香港嘅天氣變化。呂宋以東風暴今日迅速整合並發展出良好嘅低層環流中心，預料佢會向西橫過呂宋，隨後進入南海東北部並逐漸增強。天文台目前預測佢會增強到颱風下限級別，然而實際嘅巔峰強度就要視乎佢橫過呂宋之後嘅整合速度以及高空條件有冇明顯改善。受到東北季候風影響，風暴會喺香港以南開始轉向西南方向移動並開始減弱，但實際轉向嘅位置就仍然存在變數，需要視乎東北季候風嘅強弱以及熱帶氣旋嘅移動速度。如果風暴較早轉向，而且強度較低嘅話，香港會長期吹北風，受到地形屏蔽影響，風力唔會太大，而且季候風會較大程度主導香港嘅天氣，唔排除天文台只係會發出強烈季候風信號或者1號戒備信號。相反，如果熱帶氣旋較遲轉向，強度較高嘅話，香港最大風嘅時間就有機會吹東北風，加上熱帶氣旋嘅腦本較為深厚，消散速度會較慢，香港就有機會受到廣泛強風甚至更強嘅風力影響。然而，秋台以及季候風所產生嘅共伴效應，往往存在更大嘅不確定性，因此現時評估風球概率就仍然言之尚早。喺香港天氣變化方面，星期六日香港天氣仍然酷熱，隨住一股強烈嘅東北季候風喺星期日稍後抵達廣東沿岸，香港風勢會逐漸增強，氣溫顯著下降到20度左右，新界會再低2-3度。星期一稍後開始，熱帶氣旋同埋東北季候風嘅共伴效應會變得明顯，市區會持續吹強風，部分離岸高地更加有機會達到烈風程度，而且雨勢會較為頻密，大家屆時就要留意風雨同埋轉涼嘅共同影響。由於下周初正值天文大潮，晚間低洼地區有機會出現水浸，喺沿海嘅居民就要多加留意啦。今次打風同樣象徵住正式入秋，大家就要開始預備御寒嘅衣物，以及留意天氣轉涼對身體嘅影響。我哋都會密切留意住風暴嘅最新動向同埋香港嘅天氣變化，適時發布影片、貼文以及進行直播。再會。